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会记得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吗？这场战争有影无了时，乌克兰、罗西亚有谁胜利？伊讲我攻入罗西亚的领土无张敌，但这边是照常出国是普丁。今仔日是位专家菜盘来好好来讲透机。来，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正大罗西亚研究所副教授魏必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正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么第三位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应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第四位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朋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乌克兰这2礼拜战争开始就拍到罗西亚的西部库斯克的地区，因的总统呢Zelensky讲，因啊已经占领超过1250平方公里的罗西亚领土，用这款方式要来争取谈判条件。不过罗西亚是呛倒等于讲，安尼对着和平谈判完全无帮助。另外，乌克兰减少着军人的伤亡，派着机器狗去到前线负责侦查的服务。乌克兰进攻罗西亚西部边境库斯克州个成绩啊，真正是崩派几啊条桥，切断俄军的补给。这么泽伦斯基局讲，已经抢到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Зараз маємо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ливу ідеологічну зміну, а саме вся наївна, ілюзорна концепція так званих червоних ліній щодо Росії, яка панувала в оцінках війни деякими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розсипалась цими днями десь під суджею. 上时，泽伦斯基嘛催朋友允准乌克兰进一步使用外国的稳定武器来攻击罗西亚本土。乌军开新战线的用意是希望先管换犯人，也是好谈的谈判条件，而且想要来分散陆军伫乌东的军事资源。不过，克里姆林宫这边讲，这会互和平谈判的前景更加远尔。上时，陆军伫顿内刺客地区是继续攻城略地，这2天已经加紧攻入去到乌东的战略城市波克罗夫斯克，为着确保当地民众的安全，军已经先帮助囡仔撤离，因为乌克兰前线军队含人力拢欠，有英国的厂商提供秘密武器，就是这款动作警，佫会当藏起来，无啥会互敌人发现的机器狗，也当利用遥控含热升上的技术来侦测敌方核狗含地雷的分布，嘛当揸7公斤的小型炸弹藏起来攻击，也是运送药品和补给品。A dog would cost a couple of thousands, can take over task. Where you have otherwise deployed a lot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at least 3 to 5 soldiers. So the systems can save lives and are significant for modern warfare and our tactics in the future. 业者讲，部署机器狗上大的优点，就是会当代替士兵来做危险的任务，降低伤亡的风险，提高作战能力。就算互敌人发现，操作者嘛会当透过遥控来把内面所有的资料拢抬掉。有报道指出讲，目前已经有30多只这种机器狗加入乌东的前线来协同作战。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观众朋友哦，咱这节目一开始哦，咱要甲观众朋友讲，这场战争其实无形当中改变了人类。真侪科技的发展，甚至这2-3冬以来，咱的全球的这个经济、这个影响，其实是影响真大。这个战争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咱四位小等会当好好来讲。但是首先爱互观众朋友来解一个谜题一下，是安怎？这个战争咱来看这张地图。你乌克兰，你去用占领的土地，你不爱去甲炮来落去，你去攻击罗西亚的土地，这个意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先请这个魏老师甲咱讲，伊家己这4个州去用占领遮久诶，
应该照你讲，若是真正的胜利，在咱想啦，应该甲清理起来，吼，啊，防卫无伊去拍罗西亚的土地，安怎？我讲这有一点吼，就是伊甲西方的世界吼，欧美国家讲，其实吼乌克兰吼的军队吼嘛是会当个修正的啦。所以我伫遐一个战场，我看我会当互伊处事不易吼，会当拍落去罗西亚的领土。吼，无伫遐这边东乌克兰的东部这边吼，其实你看迄个战事一直伫遐吼焦灼吼，无进展。甚至最近你看吼，乌克兰的军队其实是有一寡哦，几个战场其实拢拍得无够水吼，拢有一寡就是迄个战场拢失守去啊吼。所以你看伊伫迄个所在，或者出其不意吼，我讲这是一个吼西方一个说，乌克兰有伫迄个，我哪够有赢啦？嘿，罗西亚会当拍落去罗西亚，啊，互鼓励乌克兰的国内士气，讲啊，咱其实咱嘛是咱的军队嘛是会当拍去罗西亚引导。啊，所以第二点吼，有一个政治的意义是讲，会当影响罗西亚普京的国内的声势。无伊正经拢讲，这个修正是特别军事行动，是伫别人因兜，伫阮兜是来伫厝，咱兜厝的是无事，嘿，无事是平平安安无代志，大家继续上班，继续去布教条，吼，啊，恁都做恁的代志，还迄是伫乌克兰代志。正啊你甲迄个军队，乌克兰军队会当入来罗西亚，其实你看一届伫迄个库尔斯克州有10几万人拢爱逃难呢，爱搬走。爱耍啊！邻边啊，这个比尔格勒这个州有万几人嘛爱预防性的撤退，所以你看这个政经是互因，互国内尤其普京的国内这个，伊讲迄个声望是受到影响。我在这政治中有这个艺术啦。啊，个耍咧，你若看迄个军事功能，较等有专家啦吼。你看迄个补给线吼，伊是迄个伊希望为迄个所在。会当切断，也是影响罗西亚的补给线，这嘛是一个原因吼。因这个统计啦，讲这个今年的热天吼，为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州写出来的无人机好嘛好，还是这个飞弹嘛好，总共有2000架，所以认为讲其实会当直接为迄个所在会当甲截断，伊会7寸，这嘛是一个方法啦，一个考虑啦，这是一个战术上考虑的，截断你的补给线，互伊后方的攻击直接。所以安尼直接问魏老师吼，安尼看起来，若是要拍分数，这个比数是几比几啦？你啊，这场当然你看起来是伊个进展是真紧啦，但是为什么安尼？就是讲这个是出其不意啊，吼。罗西亚是无想到讲伊会拍来引导啦吼，所以根本伫迄个边防伊是无囤积重兵，所以是咱讲是二军啦，推软的啦，迄是就是讲伊个边防部队其实无法甲乌克兰的正规军伊推软的。啊，所以乌克兰是甲伊伫乌东一寡精锐部队吼，战力真强的部队，甲偷偷甲调来迄个所在为啊讲话，所以你安尼比起来是罗西亚是2军，啊，这个迄个乌克兰是1军。所以你看，迄战事就非常的进展，非常的紧啊！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主要就是讲，伊事先的保密真情报，拢做甲都捌，好，罗西亚事先无想到，这嘛是一个。这表示讲我元气还佫犹在啊呢。是，但是院长，但是要叫你拍分数，你爱一边夜机啊，讲伊5分，伊4点，还是安怎？但是咱是来看无讲到底这是要拍到当时啊？这我看起来吼，基本上较多魏老师讲的吼，基本就是乌克兰吼，可能你较多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伊的想法啦吼。但是我感觉这是伫咧战术上吼，想要有赢的这个可能，要造成的效果是啥物？爱有赢的感觉，赢的感觉之外，上重要，我个人认为是要压迫普丁。要实实在在，你爱面对爱和谈呐，爱坐落来谈判，坐落来谈判。因为当初你对这2年半以来，除了前几个月
俄罗斯罗西亚看起来敢若这战术敢若较无好之外，这4周入面，迄个罗西亚了，其实2023年几年到即嘛，拢无啥物战术，但是你也2个月进前，伫个这4周交即届迄个库尔斯克的中。迄个时阵2个月进前，大家会议一下，就是讲有即个哈尔科夫有无？哈尔科夫迄个时阵，当初啥怎？迄个时阵伊会搁拍迄个乌克兰的第2个大城市哈尔科夫，就是讲啊，你当初咱的交西方的迄个默契，就是你的即个啥物武器袂使拍入去我即个罗西亚内底，啊，你既然拍入我罗西亚内底，我就拍你的哈尔科夫，对无？啊，所以当初。所以，伊的迄个乌克兰的军队伫咧边界，可能迄个罗西亚袂感觉奇怪，伊想讲啊，可能要防卫即个哈尔科夫，哦，即个东，但是伊上无，伊都无想到讲伊无料想跨跨过迄个边境啊，入去即个罗西亚的即个国土内底，所以呢。我是感觉乌克兰这个做法我感觉外交的程度应该是较悬啦。哦，就是讲你普京你爱想清楚吼，你毋通过是你拢是赢，吼啊你我还是还佫有喙齿的。对，我也是有法度造成你的困扰，甚至你的麻烦。但对这种罗西亚这个国家吼，毋是输赢的问题，是相当是民心的问题。民心基本上感觉这个领导者基本上有力会当抵抗这个外国的侵略，伊就感觉讲，这个领导者大家支持。啊，你万一民众失去这个信心了，毋是讲战场拍败的问题，是民众对这个领导人无信心的问题。所以乌克兰也知影这个罗西亚内底国内的情形，所以伊主要是要互普京歹看。来讲，我有这个能力会使。普京嘛是照常，这2天佫出访啊，去阿斯巴山。啊，佫去到即个车城，这就是即摆这个重点。啊，佫去清兵哦。即摆这个重点就是，伊安尼是毋是互普京感觉会疼？这是重点。就是讲伊要造成这个情形，但是普京感觉会疼无？即摆目前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普京感觉讲好，你入来啊，好啊，看你的军队有偌济啊，我国土足大啊，你有本事，你就佫继续入来。你若愈入来了，嘿，你的军队你的分线上头，你的军人你的分线去啊，对啊，所以啊，乌克兰伊进兵了，伊就讲啊，讲我无要搁继续前进，我就是要带遮啊，我就要带遮收掉的，因为罗西亚会讲好啊，不要紧啊，你就搁入来啊，伊也第一时间无反应，伊就是咧等你好，不要紧，你也不要搁入来，你就入来，啊，我等你会等入来偌济了。听起来这2边拢咧拍假啊。应该是讲。乌克兰有伊的外交的目标，但是呢，会使达成无？就爱看普京安怎看这个。安尼看起来，大家拢咧等楼梯呢吼。等楼梯哦。应该我是感觉，你若要问我是感觉普京这个还佫无感觉疼。哦。伊佫无感觉疼，所以伊就感觉好啊，你入来是我民主较挂的，但是俄罗斯这种罗西亚，你重点就是讲，咱世界拢知，啊，罗西亚的人民知无？无一定知呢。迄附近迄几州，较多魏老师讲的迄几州去用要撤离的遐可能知啦。剩的广大的迄个民众可能无啥知影这个代志。伊家知讲咱前线搁咧小战，这是事实。看咱新干界啊。所以伊无法度知影。啊，有诶可能较认真的人，我必须讲，伊可能会使看外国的新闻网络，伊小可会知，但是毋是有限，毋是足侪人拢知影。有认真世界发生什么代志？对于，你就无什么关心吗？小介因来看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干界。所以，我要请教林老师吼，林老师，这过去这超过半冬以来吼，也有讲这 F-16，吼要送入去，哦，啊，咱看这内面咧写，哦，这海马式的飞机啦，吼。啊，佫有一无人机啦，啊，佫有5月份的时阵，讲有飞到1800公里的无人机。伊即摆在用这个武器吼，是毋是地书就讲乌克兰感觉讲，我有军援啊，我有目具啊，我要继续我甲你切门道哦。头一个我爱讲的是讲，即马啦，真正拄仔咧讲要甲伊拍分数。我是想讲，
乌克兰今嘛上重要的，他就是要避免的参像咱股票共款开高走低。他现在前面头几几天拍得足好的，但是伊敢袂使继续拍落去，这个就是重点嘛。讲真正 F16它上重要是制空权，但是今嘛罗西亚就是在等你来，因为我们知道 F16它一定要有基地，它要有这空军这个机场。那我俄罗斯不要在空中卖在空中给你对免，我得单你在哪个基地，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最近罗西亚它的长程飞弹较少，伊就在单你讲你在打几个基地，我就打你的基地就好啊。没有基地，你的 F16等于就无路用啊。大家算啊呢？对啊，即马罗西亚就是在讲，就是在等一个啊。即马咱爱讲的是讲。乌克兰这摆拍落去，咱是讲这拍库斯克这个所在嘛。库斯克讲真正，库斯克为什么重要？因为当时德军在第二摆世界大战嘛是在拍加库斯克，因为库斯克距离莫斯科引导普丁引导足近的啊，伊就要知影讲这摆是一个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我拍恁刀就是爱安怎？爱你罗西亚你的部队，卖伫遐林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是个魏老师引导？对，差不多啦。拍因刀，伊就是要甲伊拍一支甲伊搞，爱伊知影讲，哇，恁兜嘛无安全哦，你内面的人，因为相对来讲啦，你住在莫斯科的人，伊的朋友讲起。会住到卢甘斯特啊，是咧住咧遐较寒呐。但是你讲库斯克呢，这个就较近啊哦，所以他的亲戚朋友这个信息会传到莫斯科那边的人民，所以其实这个才是今天乌克兰真正的重点。那这个就很像，这也是一样，在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军跟日军有个中途岛。因为迄标题写了，我看了大家目睭哇，这个1945年以来，罗西亚头一摆领土去用侵入。这个1942年，当时其实美日的海空大战，中途岛海战，为什么日本会赶快推中途岛？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杜立德空袭东京，美国的航空母舰载了轰炸机。很远没有错，这个轰炸东京也基本上这个攻击效果不大，但是它让今天那个时候的日军感觉到保护天皇会不会降罪？今天我家被人家攻击了，所以他要赶快推下一动。所以林老师，你认为后手，这个因为今麦咱就知影讲这个新闻吼，普京走去甲车臣去清兵啊，讲伊告业。告决的吼，这个阿兵哥啊啦，讲要叫因来出兵啊啦，所以因会先甲搁送入来，搁来听法，敢会安尼？我是想讲是有可能，因为即摆对普丁来讲，伊就好啊，我就等你拍入来，我再反包围，给你做个包抄。咱会使看，去年2023年夏天，当时的乌克兰也是有一个反攻。在南边，在这个乌克兰南边一个反攻，但是去拜次安怎折兵损将，就是前锋打进去了，可是刚好就被俄军一个反包抄，所以其实那一次让乌克兰是有点元气大伤，所以这拜一马怎样见好就收，我拍落去啊，但是我嘛无要继续甲你拍落去，我就知影讲我占领家，因为之后有可能两边要谈判有可能就是看你占领的地方。那乌克兰会不会说，我用占领库斯克来换你卡尔可夫的安全，来换我欧东加这些卢甘斯特、顿涅斯特？这个就是一个谈判斗定，咱爱画巴拉克的时阵呢。但是洪兄吼，你来看吼，即马双方面的武器吼，哇，咱看了真济，有伊朗啊支援这个沙赫，这个136的无人机吼，北韩啊，还有这个弹道飞弹啦、导弹啦吼，啊，还有这个白俄罗斯吼、白罗西亚吼，也有咧创这，你甲菜盘一个。即马双方面即马武器，因为咱常常看到新闻哦，拢咧写讲，哇，乌克兰用了足侪无人机啊，用甲安尼出神入化，啊，飞甲足远的，安全拄安全，啊，佮有读到咱新闻大内面那机器狗，看起来咱高科技，
但罗西亚干嘛落？其实即摆来看吼，拍到要第3年啊，对无？哈2年外，对罗西亚来讲，伊的传统的兵力就是讲，我的战车啦，吼，我的火箭炮啦，吼，什物导弹啦，吼，导弹啦，飞弹、弹道飞弹，拍甲拢包括无够用，佮甲北韩买嘛，吼。啊，伊惯势讲用这个物件，啊，无人机有冇咧用啦，但是一用出来拢叫乌克兰个炮啦，啊是安怎？因这用兵的思考无共款。过去乌克兰其实是大罗西亚，就是苏联时代武器制造工厂上济的所在，啊是，研究发展拢是咧来的，主要为遐来。啊，当然其他州嘛是有啦，有的兵工厂啦吼，但是无伊较强。啊，这个做定讲吼，乌克兰一定想讲，我会搁变一寡吼，你较想袂到的物件来你来个武，安尼我较有优势，因为主要大的物件吼，比如讲炮啦吼，火箭炮这技术拢是做成熟的。罗斯亚早就拢摕去啊，伊遐个嘛有，伊遐嘛有工厂，战车伊遐嘛有工厂嘛真济。啊，但是因安怎拍甲咯？因为向制裁嘛，对吧？吼，所以你讲以后一个做件吼，拍甲卖武器，卖武器，啊个无物件通生产，所以连迄因迄有诶吼，讲啊歹就是博物馆内底吼，迄以前诶战车拢甲扭来，甲扁，甲翻，哇，眼镜无多甲，无就手里可以换，所以眼镜毋是60年前、70年前眼镜，是即摆眼镜，你甲倒去啦，会使撸出来就好啊，安怎？至少讲，卖讲啊，输人无输阵吼，我冇战车出来呢，拍甲安尼啦。所以即马这普丁这个人吼，讲较歹听啦，因为是过去冷战时期吼，培养出来这 KGB 的这情报员出身。情报员上高是啥物？假。我今日会使含这海党的吼，坐只啉红酒吼，我讲甲足流利的这英语吼，你嘛毋知我倒个人。啊，我甲你讲，我生理人，啊，你嘛相信我生理人，啊，结果你可能1年后，佮共款在这个餐厅的时阵，拄着我的时阵，我可能搁另外一个装扮，吼，啊，可能那迄批咧，吼，啊，穿喇叭裤，吼，讲巴拉裤，啊，林密路，啊，佮讲一寡外语你听无的，迄嘛可能嘛是共一个人，只是讲吼，即摆假就是讲，我假讲我足勇的，我拢拍你袂倒，吼，袂惊，我过来吼，拢。全面拢支持我，99.999%，无赞成我，拢差不多消失去啊。伊即摆咧算济，所以出国吼，来讲啊，无要紧啦，这土地我无爱啦，无要紧啦，你拍是无要紧啦，敢有影？所以洪总，你的意思是讲，事实上罗西亚的损失其实是介济。伊的损失来讲吼，算土地来讲，虽然1000多平方公里吼，对总体俄罗斯来讲无够大，但是拄则林教授嘛讲过，愈接近莫斯科，伊的心理作用愈大。所以咱等下讲这个武器就好，西方的武器，佮加上乌克兰因惯势用，咱讲即摆叫做不对称，吼无对称，也是讲特别 improvise 临机应变的战法，互罗西亚的军队真正是摸咧头壳摸咧烧。啊，毋得就是讲吼，莫去做大的会战。咱拄仔讲过二次大战的时阵，迄教训，希特勒就是无去想到啦吼。大军侵入，大军侵入啦，啊伊的上头的将军隆美尔嘛是共款的想法啦。哦，我机动部队杀得偌紧呢，啊，佮有人结果过去啊。嘿啊，啊有人甲我斗战嘛，讲意大利佮步兵替我咧排除地雷嘛。那安尼看起来 F16敢有啥物大作用？即摆看起来吼，虽然无大作用，F16无看到伫库斯克入面拍，可能是有一个还未讲好的部分，就是讲美国有开青灯，互乌克兰讲，我 F16会互你拍入去罗西亚内底无？啊，我感觉是还袂，但是德国的那个豹二战车，啊个德甲马迄个步兵战车，即种德国的，拢互伊用，拢稳准互伊拍入去内底啊。吼，即摆除非乌克兰用德国的武器，用甲真顺。啊，只是讲美军的武器，伊即摆有啦，海马斯吼，多管火箭吼，有去炸迄三块桥。就是讲库斯克，伊连连伫内陆迄三块桥吼，迄运补的，迄叫拍掉去啊。所以即摆讲，所以来讲吼，
普京吼，这个人就是主要假啦。其实伊是足对美国人吼足切，但是经济先去第一出国，表示讲我无咧惊。第二嘛是这讲真诶吼，去用破骹手啦，伊去找千年啊去救兵。啊，佮主要对咱讲心理作用有一项，因为进前有做侪少年人去做兵啊，啊有个人召唤嘛吼，招兵嘛，来做兵，去用掠去，无去用掠着，拢做侪，大家都惊诶时阵，即马过来啊，因为讲库斯科无兵通拍，伊就要去招青少年，佮招嘿，愈来愈少年，安尼愈害，所以吼，其实独裁者上惊诶，其实毋是武器，上惊国诶内政治的稳定是心理。你的人民的心理。啊，安尼吼，我就是要请教魏老师吼。老师，恁应该逐工有咧看罗西亚的这个报纸啦、媒体啦。伊虽然媒体控制甲真严，但是社群媒体啦，内面敢有这种反对的声音开始有啵安走出来，还是讲无？伊这个整个这罗西亚的社会的控制甲真严，所以呢，爱国教育。啊，真侪青少年要来参军，要来创啥？啊，这个士气啊，佫真霸，真在地。因为吼，较多先前嘛有讲啦吼，因为你罗西亚伊的媒体的控制吼，尤其电视啊这种吼，伊拢是讲控制你政府的手的吼，所以你啊，咱来看最近一届6月份的民调吼，黎万达的民调中心吼，这个地口做的民调。加单，佮有你莫斯科啦吼，有56%的人支持继续战，吼，甲乌克兰继续战。啊，对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吼，这个规个罗西亚来看，佮有70%支持的。哇！哦，这是6月份的民意调查啦吼。所以你看这个数字来看，其实至少咱讲超过一半的人，也是佮支持普京继续战。所以咱若是伫街仔路，还是出国去拄着这个罗西亚的人，你就千万唔得讲你反对罗西亚入侵，伊可能会甲你冤家起来。你也看对啦，有这个可能吼，这个因为你讲佫退一步讲啦吼，有一寡反对的声音，其实因伫2年前战争开始早就走去啊。咱讲一寡较自由派，也是咱较无支持普京政权的这人，其实因着看这个局势，因着真失望，拢离开罗西亚。啊，一寡较多先前讲迄个少年人招兵的，也是讲吼，就离开啊嘛。所以，但这些人其实是反对的。啊，所以你也对留落来这些人调查的结果，咱看起来就是超过一半的人，佫是支持普京的做法。哦，啊，若是安尼，这普京安尼，敢有通停手讲好，我来谈判？这是有可能啦。所以你看你未。这个代志发生之前，其实你看普京的6月、7月，伊有讲一寡声音，暗示，是讲伊无反对，但是伊有条件，就是讲要讲好，用真爱条件、真爱现状，就是这乌克兰东部这4个州，我占领就占领，我无要吐出来啊。好啊，克里米亚我2014年，我的，咱这个用这个真爱这个局势，咱来讲。啊，当然，这个泽伦斯基是无可能答应的啦。这个变做是伊爱割地谈和嘛。啊，这无可能。拍到安尼是要创啥？当做是扭扭的就好啊。所以正下就目前这个条件差伤远啦。所以这个无坐上谈判桌的这个。啊，老师若是你要安怎甲泽伦斯基讲？无啦，啊，你这吼，我也知影讲恁两边拢拍甲，大家拢拍甲鼻喘啊。啊，恁嘛好好想者。但是无这个条件，啊是要安怎停落来？那是要甲安怎甲乌克兰讲的？所以你看这个泽伦斯基也去讲库斯克吼，其实有一个原因嘛是希望会当创造一寡条件，对，互伊伫谈判会较有利的地位啦，吼，袂当全部种啊，你拢全盘皆输，你种啊无啥物筹码要甲普京讲，啊种啊我去啊占起来，啊但是这嘛有一个吊诡的所在啦。你也要占起来，变做你迄个所在，你也顾会掉啊！你有顾会掉，变做失去。系啊，你也顾袂掉，你也想办法是你去反包围，还是你那规个去用歼灭？安尼是变做伊的战俘，还是变做你的伤亡的人数？
啊，这是真无好的结果。这嘛是险棋呢。因为你看这个武极线哦，伊也要最少要顾起来，其实有真超过100公里的武极线。补给线伫补给线，这会顾会掉，无你假设你遐军队伫遐，你爱食、爱穿、爱用啊，这物件，这军队爱伫遐会当守起来，爱弹药啥吼、庆忌啥拢爱会当源源不断会当送到遐去。所以无怪连议长讲，伊咧观察讲普京是袂听，伊可能是袂听，但是若是安尼，你谈判专家，那议长你认为讲啊，这个泽伦斯基下一步是要行倒位啦？我拍这啊，搁来顾袂掉，啊，我失去，啊，我继续要安怎行？因为根据的真侪报道讲，这两个国家其实拢拍袂落去，大家拢疲惫喘啊。这个伊军队入去。这个罗西亚，都是像卡多主持人讲的，伊本来就是一个险棋，但是伊也无惊这个险棋，伊手内无啥物棋通好行。上重要会有这个险棋，我家己认为应该是6月底、7月初美国的情势。迄个时阵，大家拢知影拜登伊的辩论表现足歹的，迄个时阵拄川普的声势上好，迄个时阵大家想讲拜登也无退选，一定是川普。川普早就讲啊，讲我结束，特别结束啊。所以对你安尼想，伊安尼迄个时阵，泽伦斯基迄个时阵就发表，就讲哎呀，我愿意谈判，这是伫个差不多1年半以来，伊讲要谈判，但是谈判上重要，除了讲我两边有想要谈之外，上重要是迄个条件。问题是讲，这个普京开出来的条件根本迄个。乌克兰完全无法度接受，要安怎呢？要搁谈判，要搁会当互普京会使小可软的，当然就是爱伫个战场内底有小可，莫讲赢啦，小可互你爱思考一下，你毋是完全拢会使规碗放弃。你上重要就是讲，我正是要进兵，我也是有一点仔进展。我阁有喙齿伫对，进展了后，较多大家先前有讲过，就是讲这就是啥物叫险棋，就是讲你。行这步了，你又走到挡偌久？这就是普京在看你嘛。就是讲这是一个险棋，无毋对。但我看，那因两国挡无偌久，连德国啊，即马要开始，本来80亿变做40亿吼，要来帮战，其他的盟国嘛，看挡袂久呢。这就是泽伦斯基伊的压力所在嘛。伊也就照原来的这个局势，4周已经去互摕去啊，变成。迄个啥物？迄个罗西亚变成是守的方式嘛。你也要正是要甲你的失土摕转去，你得爱3倍的这个兵力，才有法度摕转去嘛。问题你敢有法度？你无法度，你得爱伫个无办法当中找到办法。这就是一个也个算我唔敢讲好办法，但是这就是一个办法嘛。但是这个险棋有可能，意思讲有可能赢嘛，是讲赢的迄个。迄个几率可能较低啦，但是嘛可能是赢，你也拢无安尼做，你完全是死棋啦，就完全就在等嘛。等了时间无徛伫乌克兰这边，因为美国不管是对一个总统起来，可能拢袂像拜登安尼遐等于遐慷慨啦，讲会使互伊较济，遐大方啦，会使支援较济钱，所以伊的压力是有的。所以伫即个完全，我想伊也考虑过啊，这。就是讲想袂到办法的办法啊，伊嘛是一种办法，就是虽然小可较危险，但是大家试看卖，试看即摆，迄个普丁第一时间伊无反应嘛，伊若无反应，伊个出国是讲我一切照常安尼，我就看你会带变啥物网啊，你会使做出啥物程度出来，你会使做啥程度出来，我较来决定讲我要安怎来处理嘛，对啊。是，那林老师，他昨若讲到讲，这个民国吼，因咧攻击这个罗西亚的这个领土的时阵，民国难道拢唔知吗？这头一个，第二个，因为你咧用我的武器，用我的通信系统，用我通报，咁可能唔知？讲真正，即马大家拢知影，讲在这个夏天，是上好拍的时阵，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你如果夏天没有打的话，
秋天，这个是在这个欧洲，在罗西亚就寒的呢。那你秋天我落雨，包包等于困啊。啊，迄个时阵就无法度爬，所以夏天一定会打，但是要拍多位，拍多位这个是上重要的。参像去年是拍南边这个地方，今年就往北边这边打。那我自己会看，其实现在对于泽伦斯基来讲，一定爱拍，一定要参像三国时代孔明，为什么一定要北伐？为什么他一定要打？咱拢知影啊，六出祁山啊，对，无唔对，六出祁山上重要的就是一爱蜀汉家的人知影讲我们有个目标，同时他也要让魏国知道说，我铁去当野的，我还是会被打的。这个是在战略上面是重要。其实特别是对泽伦斯基来讲，那是一模怕乌克兰的民众会不会厌战，会不会换人？这个是对一个执政者来讲上重要的代志，不是要安怎拍，是我内面的人爱甲我支持，我袂使甲袂拍，就互人换去啊。这个是上重要的。所以买嘛一步踏就对啊。嘛是爱爬出去。就参像讲，即马伊嘛知影啊，伊嘛知影讲，伊是参像咱拍野球，你嘛无法度甲这个罗西亚讲咧直球对决，直下来。伊嘛是爱卡布斯赖打安尼各种的方式去迂回进攻，用各种的方式稳固内部。给动作，给动作尔，伊是爱稳住内部，拍互内面的人看，拍互美国啊，拍互英国，拍互德国，互因知影讲哦，恁互啊，足多的武器，足多的枪啊 ，F16等等的，我是有咧做代志呢，因为足多美国啊。会讲，我互你请，互你这款武器，拍到倒位去啊！我不能说我武器给你还没运到都被打掉。但我看之前的一个新闻吧，之前的新闻有说乌克兰的内部 OC 嘛，就严重咩？啊，我给你这些武器，会不会到最后完全没有到你乌军手中？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所有来看，它是一个政治动作大于军事动作。战略目标大于战术目标。那经过去年的教训，我个人会认为，击败泽伦斯基，他不会像去年一样孤军深入，因为死的人越多，之后越不好防卫。见好就收。更希望呢，在冬天来临之前，冬天嘛是美国被选举啊，要选举之前看有没有一个结果。特别是对美国来讲，那是击败可以在战争前面两边和谈的话，哦。民主党，你是和平的舵手，和平的缔造者，这个对选举来讲，这是对民主党啊，对泽伦斯基来讲，伊就不好啊。但是对泽伦斯基来讲，至少这一个谈判先形成，就像当年的一个韩战一样，双方没有签和平条约哦。对，绑定潜规则我们丢战争还没有停火，可是还没有签和平协议，但是先停火，这个其实会是。泽伦斯基目前会希望可能的一步，对。但是我要请教洪忠吼，我即摆武器拢来啊，饭已经落鼎啊，开始咧煮啊，我 F16也要飞啊，我想无个，我会当偷过来选一个，过来加一个，我就加减甲你用啊。是，当然对泽伦斯基来讲吼，伊即摆有两个重要的战略吼，就是一手是军事，我爱继续有法度拍；另外一手是啥物？国际政治伊的支持度，你袂使降低去，降低去国内就失利嘛吼，对无？因为顶边间为了这要选举，要选举吼，就叫美甲，其实有影响。啊，民主国家上惊个，我做甲敦厚的时叫人退换去。你讲英国的悄悄，二战拍，伊嘛停止选举呢。啊，但是拍了胜利啊，成功胜了啊，假名。就开始人个换，要甲换，过一暝尔，当然毋是讲过一暝向换啦，过一暝大家咧想讲要甲你换落来，真紧啦，胜利嘅感觉真紧就袂记啊。所以吼，对咱讲着吼，即卖其实我都搁拍，上重要啥物？毋是这个武器，其实吼 F16搁互伊100只嘛无要紧 ，M1 战车吼，82战车，这 Leopard 2搁互100只嘛无要紧。嘛无一定我拍到莫斯科去，无一定。其实泽伦斯基嘛无想要拍到莫斯科去，伊是要安怎？啊，像咧鼎吼，咱咧食火锅，
上吊啊啥，火继续咧点，所以爱啥？爱查火，爱甲输。所以即个包括战车嘛好，无人机嘛好，伊敢这烧这油就好啊啦。咱莫讲迄重要零件吼，尾爱到时爱换吼，发动机啦啥，你爱换，敢迄更较侪钱呢？啊，你逐工咧烧这油够有够呢？讲到钱项就真所以歹势。毋讲讲要倒来吼，各国的援助，欧洲嘛好，伊遮邻近的国家，也是讲美国也好，咱你讲吼，这阿霞吼，阿霞要换人吼，啊真正换这川普跟阿霞吗？无可能嘛。川普伊其实吼，我分析一下，互大家听吼，可能大家较少听过。伊少年是读啥？读军校呢？啥来军校？伊读军校进前上爱创啥？做霸王。大家拢我好朋友，但是我是霸王，我上有钱，我拢开钱照顾恁，我要耍啥就慢慢去耍啥，吼。但是咧，我上无介意含迄弱者做伙 ，loser， 我无爱含伊做伙，甲你太推。伊算国际政治嘛是安尼，啊袂选举就讲啥？你 Korea 吼，南韩，家己个军费吼，家己负责较济啦。啊，日本共款，你这自民党袂使，安尼袂使。你家己负担较济，这我迄个Okinawa 迄基地，我人要抽较走的，无人机要抽转来，要抽来美国，我美国较重要。哎，所以Zelensky 也真正伊要应对讲，过来美国选举啊，种讲川普吼，支持度佫起来时，伊讲的可佫无共款啦，含对付这卡马拉佫无共款啦。贺锦丽佫无共款，伊一定讲我真强，我最勇诶。只要你支持我，大爱，你支持我会拍我更较水，互你看。啊，是毋是讲这会演刷出来 ？Kusk 会为边啊，伊无一定侵入，但是也看到过来，吼，为东边，为东边才来。但是即马还有一种讲法，我请教到贵老师吼，就是讲有人讲哦，伊佫去拿即个白罗西亚，罗西亚尤其白罗西亚其实是。甲即个罗西亚是西贡啊成杯啊，吼啊！你拍我们老大，啊你佫来亲门大户，我要甲你拼一下输赢。啊讲吼，会要营造讲我乌克兰吼，我拢去互恁两个欺负，啊国际上会甲你同情，我就增加一个材料，嘛有即个讲法啊。老师认为咧？即个白罗西亚吼，已经讲啦吼，讲伊甲伊个。全国的军力的1/3，要坑你迄个乌克兰的边界吼。啊，甚至伊个放声啦，讲乌克兰吼，伫这个伊个甲白罗西亚的边啊吼，坑12万的军队啦。啊，其实这是伊讲的啦吼。唔知影是啊，唔是？对，伊是讲啊，伊讲当然啦，伊嘛是对普京因大的迄个，而且表示嘛，啊，就讲啊，伊嘛是伫骂。乌克兰啊，讲你安尼去吼，踏入去亲门大户入去，人的领土啊，吼啊，所以当然是爱讲互大家听吼。啊，所以你看，其实伊嘛伫顾因兜啦，吼，伊嘛是惊讲，迄个乌克兰也是兼着个小耍做人拍来我讲。啊，但是你看起来应该是乌克兰袂去做，因为你遮个伊的战线伤济条，对啊，吼，迄是歹过啊。但是白俄罗斯是安尼表态，啊，虽然嘛是伊有嘛是去。所以老师认为白罗西亚应该无可能主动去拍。你这看起来，你看为战争2年外来吼，其实白罗西亚做的是叫罗西亚军队，互伊为遮落为遮伊要安尼较近嘛吼，为遐落来。啊，这巧呢，这死岛又无死兵刀哦。啊，但是你也看军队是甲打白罗西亚是无派军人入去乌克兰的战场。所以颠倒是这个车神，车神较有可能，来替罗西亚来拍小战。迄车神，因为这听起来就相拍过啊。你车神就是伊是罗西亚联邦的一个共和国嘛，所以伊是伊的总统就是普京啊，所以当然是伊就是听普京的话嘛，对吧？啊，所以啊，佫小可不同了，讲咱个人一口罩。你白罗西亚，你还佫家己一口罩。白罗西亚是一个国家，啊，但是城市迄其实伊是一个，咱讲啦，伊是去甲这个库尔斯克州共款，伊是一个
咱讲你联邦组织嘛，联邦主体啦，联邦主体啦。哦，伫罗西亚所以还去补讲呢宪哦。法内底其实意思就是一个甲州共款啦。即是讲，因为写信，因这写信人，所以因的宪法内底设计内底，互伊更较大的主地权。对权限。哦，这啊大家也知吼。上来我要请教连老师吼，议长，人咧讲吼，这照你讲，这全球性来给咱制裁啦，甲靠钱啦吼，外口的这个罗西亚，你在全球性的这个动产不动产，拢资产拢甲你冻结。结果伊的经济吼，佫超过去年呢。迄罗西亚是完全拢靠卖石油、卖瓦斯安尼咧趁咧度日子吗？我想吼，伊基本上就是西方对伊的迄个制裁啦，吼。其实西方之外，其他诶国家其实无咧睬。对啊，其实咱即摆咧讨论即个叫做乌克兰加即个罗西亚的战争啦。其实我观察差不多全世界上侪40-50国咧关心尔，其实讲大差不多150国。是无咧，对即件代志是无啥物看法的，所以对伊来讲，你要制裁，就是遐西方的国家咧制裁，所以伊的迄个资源，因为伊是一个资源的大国嘛，伊有足侪资源，咱上知影就是伊的石油加迄个加速嘛，伊还佫有其他足侪的资源，拢会使带哦，足侪金属的啦，对，伊会使带国际市场来卖嘛。啊，除了西方，当然伊家己自我要甲制裁好啊，伊是个啊，其他伊无法度。这个控制的所在，伊的资源拢会使卖啊，所以对伊来讲，伊的收入也是低的。啊，制裁了，上侪西方的一寡迄个大的迄个牌主啊，吼，拢伫咧俄罗斯拢伫罗西亚拢退走啊。啊，伊国内的牌主就去贴迄个国际的品牌啊，伊国内的迄个，就是讲伊的消费也是有的啊，就是讲伊国内的不管伊。卖出去的物件收入来的外汇，甲伊家己国内本身即个经济生活也是拢是正常的啊。所以内面的起草也算袂歹哦。对啊，所以对伊来讲无啥物影响啊。无啥物影响。无啥物影响啊，所以伊的经济在维持一个正常啊，毋敢讲足好的，但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情形啊。所以伊战争除了即届入摆伊的国土内底之外，伫咧这2年半中间战争拢是伫咧外口啊，所以。基本上对伊来讲，无啥物对经济这点来讲是无啥物大的影响。若是安尼来看，这个西方世界对着罗西亚的这个制裁，应该佫想一套，佫较厉害，才有通啊，互伊安尼就范讲好，安尼我乖乖啊来甲伊谈判，敢有这种方法？有啊，就是因家己，伊即摆。一般咱来讲，拢是迄个啥物迄个石油甲加速啊。理论上石油较是制裁，天然气加速也佫有咧用的啊。伊有法度就拢断掉嘛，规个拢断掉，伊有法度做甲完全拢断掉。哦，这就七伤拳哦。啊，对，你规个拢断掉，啊，你就是家己自伤啊，自我伤害啊。啊，看有法度无啊？啊，这点做袂到，对俄罗斯来讲，对罗西亚来讲，伊就也佫算无啥物问题啊。哇，安尼就是更加有拖落去啊！但是就是我较早讲的，就是伊完全拢要断到规个拢总断安尼，看有法度无啊？是，所以我要请教林老师吼，但这种看起来会佫趴落去哦，会佫拖落去哦。在世界的这个战争史当中吼，拍落去足长的战争，咱远的莫讲啦，近代啦，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可能会去慢慢啊变排名第一、第二啊。第一、第二，我是想讲袂啦。头一个我先讲这个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继续打？会不会加入？我是想讲袂，因为白俄罗斯一边啊就是啥波兰。那是今日白俄罗斯往北边打乌克兰，上紧张的不是乌克兰，是波兰。因为波兰会想讲，哇，我边啊下就搁在打呀，搁在打呀。啊，有没有可能？而且今天我们讲波兰，它就是民主国家的前线，自由民主最前面的灯塔，也是防御铁幕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波兰今天感觉到这状况不对，那会不会今天战争的情况又提升了？所以白俄罗斯讲真正伊嘛无打，伊嘛无想要拍，但是伊
也爱冲一个，互伊的妈几看，互伊的老大看一个，说哦，我也是有给你支持的。这个就是上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来讲，真正会不会继续打？我是想讲，有可能会停火，停火协议会签，但是乌克兰会变成什么呢？伊拉克会像中当下美国当时2003年说 OK 好，战争结束，但是后来美军撤军是多久？等到奥巴马上来那时候，最后才要撤军。所以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一种我们叫绥靖作战，或者是一种小规模的冲突，会持续在乌克兰，特别是乌东这边发生。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最有可能的。那也有可能，然后对其他国家来讲，哦，雄厚继续乱，起码其他的国家就在希望在分台湾经济大好，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大家在等的就是乌克兰的重建计划。当时伊拉克科威特那时候波斯湾战争，科威特的重建计划就是要什么重新冷气啊这些基础建设，拢是靠台湾家摕到啊，拢是世界摕到，这就是经济转型的机会。现在各国全部在整这个。是啊，是啊，参像现在做的冷气机啊，安怎在中东，我多少家杜拜回来，杜拜那边真的是太热了，冷气是24小时要开的。所以这个的使用，这些其实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些。咱较关心的当然就开始，咱会关心就是讲，甲咱台湾的文明啦吼。但是我要请教洪总吼，你甲看吼，拍较深嘛，这场战争的意义，大约啊看，你甲认为上大的意义在哪里？即马主要大家咧讲吼，谈台湾的关联，大家想到两个是，要向民主发展。民主自由发展的国家，这无限制什么种、什么肤色、什么颜色吼、什么色、什么种族，你是讲什么语的，这拢无论。全世界咱讲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到落尾3000差不多40-50个真正有做民主政体的国家，本来佫较济，啊有个佫倒退，吼，咱若讲去看这历史，啊，敢有第4波？唔知呢，所以罗西亚就是咱所谓第三波内底做了，其实吼，乌克兰是做了上好的部分。伊讲看俄罗斯啊，伊含罗西亚较好，是内底最重要的国家，继续是会使独立出来，佫会使讲含西方国家发展安尼的关系，险啊就入去北约啊，对无吼？踏一步啊，去用拍当然啥意思？当然罗西亚惊嘛。这是侵占的原因。啊，罗西亚足惊，因为惊啥？是普京甲伊的支持者足惊的，变个因无爱的政体嘛，对无？因无介意，无关系，会去传染着，系传染着，啊着，啊其实讲开听，咱靠条遐吼，较无咧插政治的人吼，咱话行个行，话斗个斗的了，靠条，敢有影70%的人拢支持？不信，因为咱人会去互媒体影响，会去互朋友。亲情50拢朋友，咱会甲伊讲。所以有当时变起来就变起来。嘿，啊，当然要有去到一个吼临界点，咱若做统计吼，弄一个临界点 critical mass。什么人咧讲这战争卖个拍？这个概念就好。我无讲普丁无好哦，我无讲咧共产党无好哦，毋是哦，我是讲这个战争卖个拍。当初越南战争，美国就是安尼。总统弄到抓总统倒去，对吧？总统也倒去，这唔知向会倒呢，吼，这就注意啊。这个人的意志敢有较坚定，讲我真正要拍落去。什么人做民调，大概拢。但是啊，像话讲卖个拍，可能迄个人就先倒呢。啊对啊，伊个掠足侪人入去嘛，掠入去人过半年就翘起啊，无个当兵啊，无安怎，对无？啊，所以这恐惧吼，这是惊吓造成的大家所谓团结，其实大家是惊讲，我卖是迄个人，我卖是去用掠的人，所以俺就变成你一手我一手，我地你的红。对，所以对台湾人来讲，也是讲对咱周围这个局势，咱讲印太也好吼，印太区域也好，大家拢其实看有啦，就惊讲吼，当局之迷啦，吼，当局者迷，你伫真正迄个范围内底的人，你都无感觉，这是上恐怖的。当局者迷啦，拍一部剧吼，叫用美甲讲
我这大内宣啦，这安怎啦？讲较歹听啦，做剧的人吼，做电影、电视的这业者嘛，真好啦。因为因上惊就是无自由。这个行业像咱做新闻人讲，啊无自由，我讲真啊，就敢咧做其他的上班工课共款尔，我个免动脑筋，来啥我念啥，来啥我念啥，顶面决定我要念啥。先请教两位吼，老师，恁拢做罗西亚吼，恁认为谁会先化工？那卖个怕啦，老师你认为呢？今来看迄个民调吼，还都要讲个民调，其实有56%的迄个民意吼是支持讲和来和谈，有56%， 50啦，哎，56%。啊，议长你认为？啊，我认为就是较多讲的，会使互普丁感觉这一个麻烦，头壳开始会冒咧烧，伊就愿意和谈，和谈了后，咱就来看伫咧谈判桌顶看条件是安怎，大家会协和无？啊，那西方会互伊啥物款的迄个？